站住！双儿姑娘伤势如何？双儿姑娘的刀伤正好在要害部位。啊，那可怎么办呢？现在只盼双儿姑娘吉人天相了。独孤，一定要尽力救她性命。王爷放心，独孤定当竭尽全力。哎，你想什么呢？阿广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孔双双居然能为了救谢云奇而受伤，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。哎，你想想啊，他是谁啊？他可是孔双双，他可是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著名大影星孔双双啊！哎，他怎么可能为了救别人而让自己挨刀子呢？我觉得啊，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哎，其实我也想不明白，以他孔双双的个性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难不成他真的喜欢三王爷？不会吧？这里面啊，一定有阴谋。但是请设想一下，如果我们现在去跟三王爷说，他肯定听不进去，反而还会觉得我们是小人之心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还是慎重行事，静观其变吧。他孔双双虽然坏，但罪不至死。是啊。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吧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。谢父皇。父皇，不知这么急召儿臣过来，所为何事啊？是啊。琪儿在去西南的路上遇刺。啊？什么？是三哥？三哥他现在可否安好？倒还好，此刻性命无忧。朕让你们觐见，主要是与你们商议，此事究竟是何人所为，竟敢如此大胆，行刺皇子？对呀，竟敢对皇室下手，实在是猖狂。不过，父皇，现场可否留有什么线索，或者是活口？唉，信中并未提及呀。这一群贼臣乱子，实在是胆大包天。不过父皇，请你放心，臣儿一定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，也好给三弟一个交代。父皇，儿臣请旨，去接三哥回宫。琪儿说，
他一定不辱使命。三哥这是何苦呢？三弟尽心尽力为父皇办事，实属朝廷社稷之福啊！让为兄实在是惭愧啊！辰儿啊，刺客身份之事，就由你去查。儿臣领旨。萧儿在。你在禁军中选些精壮之士，随你一同去护卫你三哥一行。是，儿臣领旨。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少将军，万万不可呀！让开，小心我误伤你！住手！爹的话都不听了，下去吧。是。爹，三王爷和秦柔他们遇袭受伤，我一定要过去看看，将那些乱臣贼子一网打尽。事情已经出现了，你去又有何用？三王爷有让你去的口信吗？没有。你看看你这个性格，就是一介莽夫，有勇无谋，何以成大事？浩儿，传言三王爷遇刺，这朝中必有异动。这情况尚不明确，你若贸然行事，必定打草惊蛇，这与三王爷的处境不仅不利，反而误事。这样吧，你且待我明日上朝，询问皇上的意思之后，再做打算，如何？可是爹，无需多言，你要再坚持想要去，就是跟为父过不去。哼！妻儿这段时日，真是多灾多难。幸好此次无碍，要不然，可让我怎么活呀？臣妾恳请皇上下旨，还是命妻儿快快回京吧。可妻儿说，他不完成使命，誓不回京啊。这个孩子脾气实在是倔强。你放心吧，朕已派萧儿在禁军中选些精壮之士，快马加鞭前去护卫。过几天，他们就会会合了。臣妾谢皇上体谅，这样的话，我也能心安一些。可皇上，你又在为何事而忧心呢？朕知道妻儿受伤之后，第一时间就召见辰儿和萧儿。萧儿第一句话就是关心颜齐的安危，可辰儿关心的却是否抓到刺客，是否留有活口。这让朕也多了一些忧虑啊。这萧儿与妻儿素来亲近，又是手足，他关心妻儿是无可厚非的。再说辰儿与妻儿萧儿又是同一血脉的兄弟，